人毫冇尊嚴。銀行叫銀行啦，叫銀行啦，銀行唯一的秘密啊！叫銀行都得㗎啦。銀行。張振興抗禮宣言。1C01中人號。1A 啊1A 啊？真係咁渣嘅啦。1A 啊？1A 唔係幾多個號啊？1A唔係精英嚟嘅咩？咩啊？咪有我咪有 A 係最差啊嘛。有冇諗過啱咩啊？有冇諗過啱？你唔知嘅咩？我都係 A B C 喎。嚇！我考 A B 最勁嘅喎。A 有頭 A C 啊？10年之後寫咗幾年之後咁渣嘅。男仔就揸咗過嚟呢度啊！咁我講點解你啊？可以啊！黃秋瑩啊！即係喺度嗌黃秋瑩啊！你嗌咯！垃圾黃秋瑩。係騷擾我1分1塊2塊3塊。阿巴豬唔係我做蘇俊周神你啊！你真係你冇車死我啊！哇！真係好熱啊！中人好愛車，冇尊嚴咩料？中人毫冇尊嚴，冇尊嚴。銀行，金真一冇。你有呢個電話啊？唔係你，不如咁，你幫我，你幫我個黃，你條嘢一樣短啊！同你一樣短。